家就把音樂片嘅內地報道，孕婦樂圖樂客家，因為圖大家從下來看到客家流行音樂嘅發展。透過所講到流行歌曲，大家想到嘅就係翻譯歌曲，也係學老味嘅歌曲。以少數人為主持到客家嘅流行歌曲，客人會講客家是有傳統嘅山歌。客家流行歌曲嘅發展確實係比翻譯韓國學老還要慢，一直到客家歌手吳信之1981年發行嚟無人專輯過後，創作出嚟老山歌冇形容嘅曲本，將天天嘅行出一條路。下3年第吳信之後輩嘅歌手，像係陳志偉、劉少奇、林盛祥、老鄭亞軍兩條人，出唱係接力水形容，創作出嚟一條就一條動貼片嘅客家流行音樂，展現出嚟客家歌曲嘅多元風貌，啲流行樂壇咪天天嘅展現璀璨。1992年，客家音樂人王連玉同陳升合組新寶島狂樂吹，推出好樂兒同客語創作專輯，引起動態嘅回響，成功嘅將客家帶入主流市場。因为样子很校园场新多，比如说，虽然我也要谈唔是，不过其实我喜欢你的客家歌，对嘛？因为音乐做得打动伊，爱可以是下客家歌的因为吴胜之的关系啦，就因为谈到吴胜之的某一件要诉苦的，来想讲客家歌做的用那样的方式来写吼。今夜。同王連玉同樣受到吳勝之影響，開始寫客家歌詞，還有人之文，且以為也得歌數。因講係客家流行樂之父嘅吳勝之，30年前就開始創作客家音樂。1981年發表嘅第一張客語專輯《無言》，同針對嘅吉他演奏、客家貼片嘅上改，喺電視節目當中演唱過後，就引起一黨人嘅共鳴。在吳勝之先生之前，客家的音樂大部分都還是傳統的山歌。那吳勝之先生他在專輯裡面呢，他用搖滾的唱腔結合了山歌的唱腔，那重新詮釋客家歌，讓客家歌開拓一個，我覺得他的作品是一個客家流行音樂石破天驚的一個作品。他做音樂其實是真的很投入，然後像我們記得說，我們小時候在家裡面，他都會關在房間裡。然後有時候進去就會看到他，就是坐在桌子前面，戴着一個耳機聽着卡帶，然後就開始一直寫譜。講到客家流行音樂嘅發展，另一個亦有貢獻嘅就係圖面上。當年為創嘅藝係中國人，係吳勝之同圖面上合作嘅第一條歌詞，好聽好學係圖面上音樂創作嘅特色。寫啲簡單歌詞好記嘅客家本色，很靠有人講嘅客家嘅國歌。沒有想到那首歌，啪一直出來，到現在海外全世界所有的有客家人的地方，大家都知道這一首歌。到今天為止做客家歌曲數量來講，它是最多的，有某種比例能夠被傳唱，這就是它成功的地方。1992年開始，客家新音樂運動正式展開，客家音樂人才越來越多，
客家流行歌听得上时代曲谱，曲风多元又创新，我改变一般人对客家歌传统故事嘅印象。不过看唔到乜嘅效果，客家歌手音乐一条路很多都辛苦。音乐基本上是有一种感染能力。我知道听音乐最重要，係去感受個音樂語言很重要。不過，係一隻當需要改進嘅一隻需要克服啦。而且我覺得客家嘅音樂圈子裏面需要克服嘅一隻問題。對頭唔識客家人來講，客家歌悄悄嘅愛換歌曲。喺一下嘅音樂環境下，客家音樂按用嘅上來很較多國內外支持者，語言唔係問題，歌曲嘅風格有貼切，集群成分模，有豐富嘅感染力模，真係關鍵。尋到這個風格係呢個創業嘅一件事情，因為更加多愛去下邊用客家嘅創作嘅時間，係都更加多愛有愛這個風格嘅，像譬如講愛每一種嘅創作地位都會有一個主題啊。用那個主題去圍繞去建構一個概念專輯啊。因為客家歌你做到跳成偏移堂聲，可是俺客家歌就變到講太生活化的東西啊，比較能夠跟一般人可以溝通。啲網絡發達拖辦動作嘅一個時代，台灣實體唱片市場更萎縮，做音樂較出無錢。用模擬下各位嘅客家音樂人，愛比拼人更加有熱情同堅持。客家流行音樂嘅程度同文化邁向新世紀，展現出跨越時代同豐富多元嘅體質，未為上上音樂展開新嘅方向。客家新聞林建佑、齊必定台北報道。